大家好，我係 Sally。今日要同大家跟進一下紐約市嘅經濟現狀。市長曼丹尼最近終於認咗啦，紐約市私營企業嘅就業數字真係有啲唔靚。根據最新數據，今年1月比起舊年同期，全市足足少咗成19500個職位。呢個跌幅唔單止係警號，仲係全紐約州表現最差嘅地方。Yo Sally， 呢個真係大鑊喎！我啲 friend 喺街口都話搵工難咗，但係最令我唔明嘅係，市長仲想喺呢個時候向班高薪一族同大企業開刀加稅，話要填補嗰5億幾美金嘅赤字。拜託，你依家仲加稅？班大老闆仲唔即刻立埋包袱走人咩？你講得啱，所以州長霍楚 Kathy Hochul 已經拒絕咗呢個建議，過就搞到市議會班進步派好唔滿意。其實商界已經開始驚緊，連摩根大通 CEO Jamie Dimon 都出咗聲，話加稅會令投資回報下降，削弱紐約嘅競爭力。Exactly， 我聽聞已經有好多大型投資公司諗住逃離紐約，搬去佛州或者德州。如果呢班金主真係走晒，到時紐約仲剩返啲咩？大家點睇？加稅真係幫到赤字，定係會變咗經濟自殺？留言話我知。